好，呢身西裝3萬塊啊，還啦還啦！你以為嚟越南就係食街邊檔行夜市咁簡單？今日南哥同你體驗下乜嘢叫做越南舊貴族嘅奢華生活。想象下喺過百年歷史嘅西貢郵輪上邊，迎住溫柔嘅晚風，享用一餐由主廚特別為你設計嘅料理，腳下嘅西貢河水靜靜流緊，係咪成個感覺即刻唔同晒？再去到峴港嗰間全球知名嘅洲際酒店，坐喺個月亮形狀嘅露台酒吧，飲住杯香檳，望住成個山海灣嘅壯麗夜景，呢啲先叫做人生享受。想再私密啲，冇問題啊！南哥可以同你安排獨棟別墅，請個私人廚師上門，為你同你班朋友即場煮最新鮮嘅海鮮大餐，想食乜點樣食，全部你話事。玩到累啦，就去啲頂級嘅帝王按摩，體驗一場粵式傳統療愈，等身心徹底放鬆。呢啲先至係越南旅行嘅天花板，唔係走馬看花，係要享受每一個瞬間。想知道點樣先可以訂到呢種專屬旅程？關注越南南哥，帶你解鎖普通攻略，絕對揾唔到嘅奢華體驗。